由新鴻基耗時多年打造嘅西沙高柏，集運動、娛樂、餐飲和生活休閒體驗於一身。過百萬尺嘅高柏綜合地標配套致力成為香港新一代嘅後花園。CLSC 以為山海環抱下的低密度優質生活。住宅會所連同公用花園同埋遊樂地方合共約140萬平方尺，配有3個會所，包括168種運動項目服務，包括6個游泳池、2個24小時健身室、足球場、高爾夫球練習場、網球場、籃球場、擊劍場等等。另外還有5間私人獨立屋俾住客舉辦私人嘅 party。高柏佔地130萬平方尺，有各種多用途室內大場館原來當然唔可以缺少呢啲最新嘅 AI 智能工具啦。同時亦都匯聚多間商鋪同餐飲美食仲有兒童樂園同寵物公園，簡直係多維度滿足每位家庭成員嘅不同需求。CLSC 即將成為香港新一代嘅後花園，發展商籌備多年，下禮拜就會出價並發售，你又估下佢會賣幾錢一尺？